讲一日为师是天，再为父，以后咱拢是同一家人。小梅先生，请用茶。多谢，谢谢老师。来起来。多谢老师。明姐哈，是。你即马开始就是我的学生啊。啊，你有啥物话要对老师讲？有，我非常感恩老师，予我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来做你学生。以后我要学你的精神，我一定要用心，把这个歌戏，亲像你安尼认真甲伊传落去。我细汉对歌戏有兴趣，伫家己的剧团，我就一直拢看小米老师，啊，搁咱金英老师，恁的演出伫艺下，搁甲河洛，搁甲尾站拢是伫个美云老师迄台遐演出。我几乎每一出我拢会坐飞轮机来台北，然后再搁坐同年的倒转去台南。迄个时阵我无咧演歌戏，但是我是伫咧唱歌，毋过我就是感觉讲，小米老师互我真大的启示。因为不管你演啥物，拢是有无同款的发挥。不管是演主角也是配角，伊就是上有伊家己的特色。我一直伫遐想讲，假使我若是一个歌手，或者是一个演员，我嘛亲像要牵小米老师同款。所以即摆有机会会当讲有即个不限年龄，互我感觉讲足欢喜，我就冲啊！大家讲啊，你拢袂歹势，你遮侪岁啊？我袂歹势，我感觉讲艺术万底深坑，食到老学到老，我愿意。老师甘愿甲我收，我愿意甲遮个学生拢做伙当一个学生，希望会当学小米老师上好的精神。多谢，谢谢老师，拜托你甲我看看。来，你哦遮尔有心，吼，有心要来学，老师会尽量放互你。多谢。希望你会当甲老师共款，敢若讲出去，做啥物成啥物，吼。多谢老师的鼓励。来。所以我感觉讲我会真珍惜来上课的时间，因为老师每一项嘴若是开，就是欢喜；嘴若是开，就是做人道理。先学做以前，爱先学做人。所以老师是无边的。其实老师你毋免足辛苦，嘛免足无用，嘛免想尽办法要甲阮教一个物件，因为徛伫你的边仔就当吸收。这是我的感觉。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好讲话。好啦。因为吼，我是伫个艺下出来，啊，阮拢是团体生活的即个较惯势啦吼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咧学的时阵，嘛是甲阮艺下共款，咱的团体生活，大家一直拢共款，无大小叫，吼，啊，所以大家都爱互相合力，吼，以后就敢老师讲的，同一家人安尼，吼，啊，大家互相爱照顾，吼，啊，毋好安尼扣动轻分。老师希望的是安尼啊，大家爱较认真的。啊，老师有物件尽量会放互你，吼，啊，就敢若讲，恁若是讲以后毕业啊，出去有啥物困难吼，啊，比如讲啊，即块款仔凹袂好势，你出去问无要紧，老师会甲恁指点。嘿。